位于台南永康的炮校唐山营区，陪伴在地人行过73冬，为着要来纪念着炮校搬厝，永康区公所推出着限量的唐山纪念包，今仔日开放注文。 永康炮校已经伫咧10月底所到关庙区，前一阵嘛举办欢送活动。永康区公所就收到真侪民众伫咧问讲，敢有炮校相关的纪念品会当收藏？区公所就来推出唐山纪念包。公所这边呢，特别来甲咱这边因附赠的纪念品，啊，还有咱应援毛巾，啊，还有加上咱的小徽章，咱做成唐山纪念包，简称汤包。独家纪念品唐山纪念包内底有炮弹造型的水管、吊带、印证无法、面巾、锁匙、钳仔含徽章等等，非常有收藏价值。限量800份，啊，其中呢有200份会提供予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咱公所这边来购买。有兴趣的民众欢迎伫咧永康区公所网站关注相关消息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